Hello，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樓市由一講一，我 Tony。各位街坊朋友，今期嘅樓市大戲主角係中山市區嘅石岐轉銳江悅灣啊！呢個盤今次真係玩到盡啊！上個禮拜仲叫緊18,000一平方嘅價位，但係今個禮拜就突然之間劈價劈到11,000嘅價位啊！一套150方嘅複式單位總價直降成百萬啊！呢個消息一出嘅話，成個中山樓市群都炸晒煲啊！有人話執死雞嘅機會嚟啦，有人就驚係攬炒嘅前奏。咁到底呢個江悅灣係跌到殘嘅韭菜盤，定係錯殺咗嘅黃金筍盤呢？我哋唔吹水，實打實咁同大家逐樣咁拆解，現場空中睇翻周邊嘅實際環境。如果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訂閱 Tony 嘅灣區樓市由一講一頻道。先講大家最關心嘅價錢，江悅灣今次嘅操作好似樓市嘅崩盤咁啊！今次以佢主推嘅150平方戶型計，總價係瞬間蒸發咗幾十到100萬啊！對於買樓講呢，呢個差價足夠係買到幾部靚車啊！屋苑佔地面積3萬方，總建築面積12萬方，容積率係3.0，綠化率30%，有7棟26層高嘅住宅樓，一棟11層高嘅公建配套樓，兩梯4伙嘅格局，總戶數係674伙，車位881個，達到咗1比1.31嘅高配車位比啊！面積有90方至162方嘅戶型，細單位仲可以做到低首期3萬蚊上會啊！物業係萬科物業有限公司，物業費每平方係3蚊。個盤坐落於石岐嘅文科東路，屬於旗江新城嘅規劃範圍。呢個定位就注定咗佢嘅兩面性啦。咁潛力派咧睇到嘅係未來，旗江新城係中山市政府重點打造嘅新城區。規劃咗總部經濟、高端商務，講緊嘅係未來城市封面啊！而且屋苑真正係挨住旗江河，擁有實實在在嘅江景資源。呢條濱江長廊散步、踩單車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呢啲都係發展商當初賣到18,000嘅底氣啊！咁現實派睇到嘅呢，就係當下啦，新城就需要發展嘅時間嘅。目前個盤嘅位置咧，確實處於開發嘅階段，周邊嘅城市界面就唔算係好靚仔，同博愛路、長江路呢啲傳統嘅核心區域有一定嘅距離啊。所以咧，你話你買樓，一半係眼前嘅，一半就係對呢個區未來嘅預期啦。睇翻今次大劈價嘅單位戶型啦，面積係150平方，原價係18,000，最新嘅價位係11,000。呢個價買到嘅係使用率爆到140%嘅現樓，客廳嘅主陽台正南向，低樓層睇翻花園嘅景觀，高樓層可以睇到旗江河嘅河景。70平方 LDKB 一體化無柱大廳，客餐廚陽台一體化設計，無主柱嘅干擾啊，打造咗極致嘅開闊家庭社交中心。飯廳嘅生活陽台朝北睇花園景觀，樓間距呢達到咗60米左右。廚房有明窗，可以做半開放式嘅廚房。150方嘅複式單位，南北對流雙陽台，實用率拍得住依家嘅第4代住宅。一樓最多可以做4間房、3個洗手間。二樓係贈送面積有53平方，做咗一個套間。二樓都有洗手間同埋步入式嘅衣帽間。成個單位最多可以做到5房4衛3套間。樓梯位嘅側邊就係公衛同埋一間客房，客房一樣可以擺得落3邊落床位嘅大床。依家呢個單位嘅低樓層仲可以做到9字頭嘅單價，9000幾蚊一平方。呢個價錢比起附近嘅二手樓仲要平啊！示範單位主人房呢係將2間房打造成一間大套間啊，40平方嘅超豪華主臥套間，配備咗獨立嘅女王衣帽間，打造咗奢華嘅私密性高嘅專屬主人領域。主人房嘅飄窗係打咗嘅，做咗接近落地窗面積大嘅窗戶啊。主人房嘅洗手間呢，仲可以放得落成人嘅浴缸，空間感係夠晒闊綽舒適。
配套方面有驚喜有短板，睇下啱唔啱你自己。呢一 part 係好關鍵嘅，直接關係到住得舒唔舒服。交通出行揸車肯定就係最方便嘅啦，但係冇車一族咧就要留意啦。佢係屬於石岐區嘅，公交巴士線路網絡密集，屋苑門口就有巴士站，而且去到中山北輕軌站都係1公里。目前可以坐輕軌去到廣州、珠海、江門。28年開通新線路之後呢，可以坐高鐵去到深圳、粵西等地。屋苑係自帶接駁車去到星河 COCO City 商場嘅，星河 COCO City 有直通巴翻到香港，呢方面都係幾方便下。商業娛樂方面呢，呢度就有佢嘅亮點啦。山姆會員店超市就喺隔離，距離屋苑係1.5公里。冇錯，呢間全球知名嘅倉儲式超市已經係落戶喺中山嘅石岐區啦，而且就喺江悅灣嘅附近。對於中產家庭同埋中意行街購物嘅街坊嚟講呢，呢個係極具吸引力嘅生活便利配套方面。週末一家人去掃貨，高品質嘅生鮮零食、日常用品一站式就搞掂啦。旁邊仲有個奇遇時光樂園，一個適合帶小朋友聚會打卡嘅主題樂園，已經開業咗㗎啦，意味住呢落樓唔使遠啊，就有得玩有得行，生活嘅氣息同埋便利度呢大大增加翻。醫療方面，去到中山市嘅人民醫院呢一類3甲嘅大型醫院呢，揸車就10零分鐘嘅。喺市區範圍嚟講呢，確實算係合理可以接受範圍。應對日常同埋突發嘅情況，有其一定嘅保障啊。咁屋苑自身咧戶型係有料到嘅，江悅灣依家主推嘅係複式戶型，確實係一大亮點，實用率高，空間感強，適合追求居住情趣、想一層變2層嘅家庭同埋改善型買家。呢一種嘅產品喺市場上面咧係比較少見嘅，有佢嘅獨特嘅吸引力。發展商係展銳地產。中山本土房佢深耕咗中山20年㗎啦，喺中山開發過展型天鑽、香榭里別墅等屋苑，但係今次嘅大幅降價呢，難免會令人覺得發展商嘅資金狀況同埋後續嘅交付能力產生咗疑問啊！呢個係所有大劈價盤都要共同面對嘅市場疑惑。俾啲建議你，邊類人可以衝，邊類人要忍手呢？綜合以上，江悅灣從18,000到11,000係一個從規劃溢價回歸現實價值嘅劇烈過程啊！買唔買關鍵就睇你係邊一類人啦。可以考慮執平貨嘅呢，預算有限嘅首次置業街坊，想上車市區石岐區，睇中其嘅光景同埋未來嘅潛力，可以接受現階段周邊嘅發展過程。咁呢個價位確實係難得嘅窗口期啊！中意複式設計生活家啦，中意佢嘅複式設計產品，願意為佢嘅戶型買單嘅，對於商業配套有要求，相信旗江新城嘅長遠發展，認為當前嘅價位已經係跌穿咗佢嘅價值，用長線嘅眼光博區域成熟後嘅價值啦。咁建議3思而後行嘅街坊呢，一係追求即買即住嘅繁華都市買家，咁你應該更加選擇翻配套已經成熟嘅區域啦。咁第二呢，對於發展商有極度之敏感嘅街坊啦，如果係對於劈價背後嘅原因耿耿於懷，擔心交付，不如求穩再三考慮翻啦。總結翻啦，咁展銳江悅灣今次嘅大劈價就好似一盤原嚟已經係標價咗嘅海鮮大叉嘅菜式咁啊，咁又突然之間擺到快餐店賣咁嘅款，食材本身係有其嘅價值噶啦，但係裝修同埋廚師呢就令人有疑惑啦。咁平絕對係平咗嘅，但係平嘅背後呢，包含咗你對新城發展嘅時間同埋發展商嘅風險，呢啲係預付嘅折扣啦。所以話呢個唔係一個冇腦衝嘅盤啦，而係一個睇餸食飯嘅屋苑啦。咁如果你係需求於同佢嘅優勢，比如價格、戶型、光景、山姆超市呢啲高度匹配嘅情況之下呢，並且可以接受到佢嘅短板，咁今次可能係一個機會。如果唔係話，咁中山樓市依家嘅樓盤非常之多，不妨就慢慢咁睇多幾間啦。
最後提多句啦，如果真心係想落訂嘅，務必要多次去到現場睇翻實際情況啦，查清楚預售嘅資金監管情況，將一切嘅承諾咧白紙黑字咁寫翻低。樓市淡市，精明至係王道。OK，今期節目分享到呢度啦，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訂閱 Tony 嘅頻道。各位街坊朋友仲想深入了解其他屋苑，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低或者係直接 WhatsApp Tony，Tony 會同大家分享翻最真實嘅屋苑情況，做到有一講一。拜拜。